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南啊。咁香港嘅2蚊搭車優惠咧，正式唔再係純粹嘅2蚊啦。政府啱啱就最新宣布，由2026年4月3號開始咧，就會改為2蚊兩折。咁啊，表面上冇取消到2蚊搭車，但係其實咧，有啲人搭車隨時要俾多幾倍錢喎。如果你屋企有長者，或者你將來有機會用到呢個優惠嘅話咧，咁呢條片你一定要睇落去啦。咁呢條片咧，我就會幫你用最簡單嘅方法講清楚2蚊搭車優惠咧有乜嘢改動啦。2蚊搭車優惠咧，以前就係無論你搭幾遠都係2蚊，咁之後咧就會演變成，如果車費嘅原價係低於10蚊或者等於10蚊嘅話咧，都係俾2蚊。咁但係如果車費嘅原價係貴過10蚊嘅話咧，就要俾正價嘅2折。咁啊，簡單一句總結就係短途冇變到，但係長途咧就會貴咗嘅。咁咧喺呢一度我就會用個例子同大家解釋一下。咁啊，如果你由北區嘅華明村想搭車去北區醫院，如果咧你係搭273A 嘅話咧，原價就係5個1。咁啊，新安排之下，因為原價嘅車費咧都係低於10蚊，咁所以都係俾2蚊，咁即係冇影響嘅。但係如果咧你係搭978嘅話咧，咁原價就27個9。咁喺2026年4月3號之前咧，你就要俾2蚊。如果喺4月3號之後咧，你就要俾5個6。咁即係話咧，越遠嘅車程加幅咧就越明顯嘅。咁政府咧今日就講話呢一個改動咧係為咗提升呢一個可持續性。咁但係啊，翻譯翻人話，其實真係話呢個計劃咧開支越嚟越大啦，政府開始頂唔順。咁啊，原因可能包括咧用嘅人越嚟越多啦。咁啊，尤其係60至64歲呢一個群組，同埋咧長途車嘅補貼咧成本都好高。咁所以今次嘅玩法咧就唔再係一刀切2蚊搭車嘅。咁呢一個政策樂觀啲咁諗咧，起碼你短途出行嘅話咧都冇乜大嘅影響嘅。咁啊，但係如果你係搭開長途車嘅話咧，車費明顯就會有個上升啦。搭得多、搭得遠咧，亦都會比較多。如果你係一啲跨區工作或者係跨區去出行嘅長者咧，影響就最大嘅。咁啊，某程度上呢一個福利咧，就會已經變成按距離去做一個補貼嘅。不過咧，另外咧有一樣嘢今次都幾值得留意嘅。之前咧一直有傳聞就話政府咧有可能咧會限制呢一個搭車嘅次數，例如每個月限你搭幾多程。咁今次公布之後咧，個答案就係暫時未限你嘅次數住。由2026年4月開始咧，係可以照樣無限次搭。不過咧，政府就已經講明每個月最多240程呢一個限制咧，會喺之後實施。即係話咧，佢會分2步走。第一步就係2026年4月嘅時候，先改做2蚊兩折嘅優惠。第二步就會再加上呢個每月240程嘅上限。簡單啲講咧，即係而家係未限你搭幾多次，但喺將來咧係有機會再次收緊，即係短期內加價，長期咧仲可能會限你用量添。所以咧，你見到其實今次唔只係一個收費嘅改動，而係整個優惠嘅制度咧，亦都開始慢慢收緊。政府咧唔係一次過做晒，而係分階段慢慢改。咁呢一個改動咧，影響最大嘅有機會就係一啲需要跨區探親嘅長者啦，或者係需要長途去覆診嘅人士，甚至乎如果你係60至64未退休嘅人士嘅話咧，你由新界出市區要通勤嘅人士，亦都係最大嘅影響嘅。咁如果你屋企人平時要搭長途車，呢一個改動咧就會影響到你實際嘅開支啦。咁我自己咁睇啦，今次政府咧就係做咗一個平衡嘅，佢就部分保留咗呢個鼓勵長者出門嘅政策原意，亦都可以稍稍改善咗成日都俾人詬病嘅長車短搭嘅問題。咁啊，唔知你哋點樣睇呢個改動啦？你覺得今次政府嘅改動係合理啊，定係變相加價？咁啊，如果設一個上限，例如最多5蚊一程，會唔會更加好？咁啊，留言講低你嘅講法，我都想睇下大家點樣睇嘅。咁啊，今日呢條片去到呢度，大家記得幫手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